多谢俊宇来讲政治的勘灾政治学，这个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服务处的主任叫周晓文呢，伫车接写文章质疑民进党立委柯志杰身为交通委员会调委，误测洪灾过了后造成影响，佮安排去日本的机场考察，质疑这个柯志杰根本是利用这个委员会去考察，包装伊本身要参选高雄市长的事实。针对这点呢，柯志杰呢提出日本方面予伊邀请函嘛，定性讲伊唔若讲是专程拢家己提钱出来，尤其是无官员陪同。 洪台过境，风雨是真猛，高雄嘛受到影响。民进党立委黄国昌服务处的主任周晓文指控民进党立委柯志杰洪灾了后，竟然有官员陪同去游仙台。家己做柯志杰有行李想袂到，周晓文指控柯志杰正做交通委员会调委，锁伫咧16安排到日本的仙台机场考察，高雄到仙台新航线办理的情形。这个柯志杰根本就是咧用委员会考察包装家己参选高雄市长。 完全是智慧行程，而且我是12个小时快速来回。黄国昌他不知道在叫什么，不为高雄做任何事，反而只在旁边说风凉话。柯志杰买回家己，那是12点钟去一个尔，佮专程自费无官员陪同。当时佮提出邀请函，证实家己是日本主动邀请。面对柯志杰的反击，周晓文佮在质疑，那是自费佮无官员陪同，是安怎要占用委员会的时间？ 委员会这么长的时间之后，然后委员会就必须要排出相当多的考察哈。我们认为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点。黄国昌不要忘了，就是自己导致的哈。党内竞争对手嘛来到讲话，目前立院是当咧宴会，加上洪灾才打过，勘灾的部分嘛正做政治人物重要的课题。 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